大家好，歡迎收聽勁爆消息。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係一單震晒成個香港嘅突發命案，發生喺香港仔華富邨。兩個女人因為喺小巴上面踩到腳，竟然演變成一宗殘酷嘅謀殺案。一個50歲嘅清潔女工，懷疑向一個53歲、本身有精神病覆診記錄嘅保安員，又跪肚又叉頸，足足搞咗2至3分鐘。搞到對方當場昏迷，送院之後唔夠1個鐘就證實不治。最離奇嘅係個疑兇打完人之後走咗去，但係幾分鐘之後又接返現場，話想睇下情況，結果被衝鋒隊當場拉咗。究竟兩個人之間有咩血海深仇，可以咁狠心下毒手？成個過程又有冇人出手阻止？今集我哋就同大家一齊深度拆解成件事。先講下單案嘅基本背景，事發喺7月7日嘅夜晚。大約10點半左右，香港仔華富邨華翠樓對開嘅專線小巴站傳出激烈嘅打鬥聲。現場係一條唔算太闊嘅行人路，旁邊就係小巴站。平時呢個時間仲有唔少街坊出入。警方接到嘅報案係一宗普通嘅打鬥案，但係當衝鋒隊員趕到現場嗰陣，見到嘅畫面絕對唔係普通打架咁簡單。一名53歲嘅女人，成個人攤咗喺行人路上面，完全冇晒知覺，面色蒼白。頸上面有非常明顯嘅瘀痕，手同塊面仲有一條條嘅爪痕，睇起嚟啱啱經歷過一場非常暴力嘅襲擊。喺場嘅警員即刻幫佢做急救，同時火速召喚救護車，將佢送去瑪麗醫院搶救。但係好可惜，傷勢實在太重，佢最終喺夜晚11點22分，即係到院後冇幾耐，就證實傷重不治，一條人命就咁冇咗。疑兇嘅身份好快就被鎖定，佢係一個50歲嘅本地女子，報稱做清潔工作。警方調查發現，佢同死者根本唔相識，事前冇任何積怨，更加唔係鄰居或者朋友。兩個人嘅衝突起因竟然係一啲雞毛蒜皮嘅小事。事發之前，佢哋兩個都喺香港仔中心等緊小巴，同樣係搭嗰條63A 專線小巴返華富邨。當時小巴上嘅乘客唔多，但係就喺落車嗰一刻，兩個人幾乎同時間起身準備落車，死者唔小心踩到疑兇隻腳，呢一下踩腳就成為咗成件慘劇嘅導火線。據警方西區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警司許康傑喺案情簡報會上面嘅講法，呢次踩腳之後，疑兇冇選擇忍讓或者出聲鬧2句就算數，佢係直接還擊，踩翻死者一腳。呢一下動作即刻點着咗雙方嘅火藥引，由小巴嘅車廂入面，兩個人就開始你推我撞，互相指罵，然後呢種口頭衝突好快就升級做肢體碰撞。佢哋由車上面一路糾纏，打到落小巴站嘅行人路。呢個過程唔係得幾秒鐘嘅事，係持續咗幾分鐘。期間周圍嘅乘客同途人都有目擊，但令人震驚嘅係，竟然冇1個人出手制止佢哋。去到行人路嗰陣，打鬥嘅暴力程度急劇上升，疑兇明顯喺體能上佔咗上風。佢將死者壓咗落地下，成個人騎咗上去，用自己嘅雙腳跪實死者嘅腹部。呢個動作本身已經好危險，因為人嘅腹部有好多重要器官，用力跪壓會造成嚴重內傷。但更致命嘅係後續嘅動作，疑兇喺跪住對方嘅同時，仲用雙手死死咁叉住死者嘅頸項。警方調查後證實，呢個叉頸動作維持咗大約2至3分鐘。呢段時間對於一個缺氧嘅人嚟講，足以造成腦部嚴重受損甚至死亡。死者喺呢個過程中慢慢失去知覺，最後完全昏迷。見到對方喐都唔喐，疑兇先至停手。佢冇諗過要叫救護車或者幫手救人，而係選擇離開現場。警方喺晚上10點33分到達小巴站，發現死者倒卧位置附近已經冇咗疑兇嘅蹤影。但係故事發展到呢度，出現咗一個好詭異嘅轉折。警方到場之後，當然係即刻封鎖現場同埋展開兜截，想揾翻個兇徒出嚟。就喺差唔多9分鐘之後，即係晚上10點42分，疑兇竟然自己行翻嚟現場。佢翻嚟嘅原因，據警方引述佢本人嘅講法，係想睇一睇情況。結果佢一翻到現場，就被喺場嘅衝鋒隊警員認出，當場拘捕。呢個折返嘅行為係愚蠢定係冷血？可能佢以為自己走得甩，翻嚟睇
警方查到啲咩，或者係想毀滅證據。但無論點都好，呢一個決定直接令佢落入法網。講到呢度，大家一定會有一個疑問：成個打鬥過程，現場有成班小巴乘客同埋唔少途人睇住，點解冇人出手阻止呢？呢個係警方喺交代案情嘅時候都特別提到嘅一個令人遺憾嘅地方。警方話，案發時有小巴乘客及不同途人目擊，但不幸地冇人阻止兩個女人嘅打鬥。喺香港呢個城市，好多人都抱住睇路嘅心態，覺得人哋嘅事唔好理，費事惹禍上身。但係當見到有人被騎住嚟打，仲要叉頸叉咁耐，其實係咪應該有人大聲喝止或者報警呢？雖然最終警方都有接報到場，但如果有人早啲介入，會唔會就可以救到一條命呢？呢個旁觀者效應值得我哋每一個人去反思。再深入少少睇下兩位當事人嘅背景。據了解，死者係一名53歲嘅保安員，而且有精神科覆診記錄，本身有情緒或者精神健康問題，可能令佢喺遇到突發衝突嗰陣反應或者應對方式同一般人有啲唔同。至於疑兇，佢做清潔工作，同樣係本地人，兩個人互不相識，冇過節，就係因為落車踩腳呢件小事。點解會搞到要攞命咁誇張？有冇可能係死者嘅精神病狀況令佢喺踩腳之後嘅反應比較激動，或者講咗一啲刺激到對方嘅說話？而疑兇又好可能係一個脾氣比較暴躁嘅人，一時火遮眼，收唔到掣，先至會用咁大嘅暴力去攻擊一個同佢冇冤冇仇嘅人。從法律角度去睇，呢單案嘅控罪目前係一項謀殺罪。警方解釋話，根據目前掌握嘅證據，疑兇因為非法襲擊導致死者死亡，表面證供已經構成謀殺罪。不過警方亦話，佢哋會再向律政司索取進一步嘅意見，同埋等法醫嘅死因報告出咗之後，唔排除會改控其他罪名，例如誤殺、謀殺同誤殺最大嘅分別。問題係犯案嗰陣有冇意圖殺害，或者意圖造成嚴重身體傷害？疑兇叉頸叉咗成2-3分鐘，呢個行為本身已經顯示出佢有相當強烈嘅意圖去傷害對方，所以警方暫時用謀殺罪嚟起訴，絕對係合情合理。佢將會喺聽日，即係7月10日，被押送到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呢單案仲有一個好值得討論嘅地方，就係成個暴力嘅過程係由一個女人對另一個女人施行。傳統觀念入面，女人同女人打交，好多人都覺得最多咪扯頭髮、捉痕，好少會諗到會出到咁重嘅殺手。但係事實證明，當一個人失去理智嘅時候，暴力係冇性別之分嘅。疑兇跪肚同叉頸呢兩個動作，全部都係針對身體要害，係致命嘅攻擊方式。佢嘅兇狠程度，甚至比好多男人打交仲要離譜。呢單案絕對顛覆咗一般人對女人打交嘅諗法。另外，疑兇打完人之後走咗，然後又接返，呢個行為喺心理學上亦都好有趣。有啲罪犯喺犯案之後，會因為好奇、內疚或者係想控制局面而返回案發現場。對於呢個疑兇嚟講，佢話返嚟係睇睇情況，可能係佢以為死者只係暈咗，冇諗過會搞出人命，所以返嚟睇嚇對方醒咗未，又或者佢係想睇下警方查唔查到啲咩，諗住裝嚇路人，結果就聰明反被聰明誤。不論動機係咩，佢呢個接翻嘅動作令警方可以喺咁短時間之內破案，算係幫咗受害者一個忙，令公義可以得到好快嘅彰顯。對於成件事，社會上嘅討論都非常熱烈，有好多網民都批評喺場嘅旁觀者太冷漠，話如果當時有人出手分開佢哋，或者大聲喝止，可能就唔會搞出人命。亦有人話而家香港社會壓力太大，每個人嘅情緒都好繃緊，少少嘅摩擦都可以一觸即發，變成大件事。呢單案正正反映出都市人缺乏情緒管理同衝突處理嘅能力。一個唔小心踩腳，本嚟講聲唔好意思或者鬧兩句就算數嘅事，竟然可以演變成一宗謀殺案，真係令人不勝唏噓。最後，我哋都要關注下死者家屬嘅心情。一個53歲嘅保安員，可能係屋企嘅經濟支柱，就係因為一次小巴上嘅意外，命喪黃泉。佢嘅屋企人知道佢只係因為踩到人一隻腳就俾人打死，內心嘅傷痛同憤怒係可想而知嘅。至於疑兇，佢嘅一時衝動唔單止毀咗一條生命，亦都毀咗自己嘅下半生。如果謀殺罪成，根據香港法例，
佢好大機會要面對終身監禁，為咗一啖氣，值得咩？多謝大家，今集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唔知大家對於呢宗華富村踩腳變謀殺嘅新聞又有啲咩睇法呢？你覺得旁觀者應唔應該出手？你又點睇疑兇截返呢個行為？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我哋下次再見。